来看今年的台北国际车用电子电脑是有真侪智慧电车的电视，也含过大家拢真烦恼，讲美国的关税政策敢会影响到汽车产业呢？那么做伙来关心。纯电动车要开要关，7日就会使。2025年台北国际车用电子展览，自传统的车用零件，包括着智慧电动车，鸿海科技集团也首出因旗下上新款的 Model B。也个按算伫咧2025年年底要销去美国的 Model C 北美版，外界伫咧关心汽车产业受美国关税影响。那我们在北美、在台湾，未来在东南亚也会有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相关产能，所以区域制造这个是我们在几年前这个董事长就已经提到是一个未来发展的方向。真侪几台车的厂商讲到对市场的担心，另外也有汽车的零组件，包括广电、南纺这款业者。拢是销去美国的大户，业者也讲到，有即款人客怎么要求因赶紧出货，也有一寡下游的厂商是唔敢先有动作。有些厂商是急于出货，但是有些厂商还是观望的态度。OE 厂供应链的话，它必须及时上工，它零件必须马上巨大。应该说，因应国际的这个贸易的一个竞争。我想国内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更创新的一个技术。传统的零组件受影响，经济部的车辆研究设计中心也督报整合台湾智慧驾驶产业的量能，研发出 Level 3的自动驾驶系统，希望和汽车零件运用一个产达走向后一步。我们汽车零配件整体的出口值达到2285亿台币。所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当然，我们的业者呢会全力的来应变。这边美国的关税政策，汽车产业也伫咧观察名单内面，所来是不是受到影响，大家拢伫咧观望。公司新闻。